板拖干净，就不会有细菌。地板没灰尘，就有美好的早晨。当然，博士，你看我的地板拖得多么干净啊！哦，我来看一下。哇，踩起来真的很清爽，很舒服哎。没错，以后我们进来的时候呢，就要脱鞋，就不会把外面的灰尘还有细菌给带进来了。对啊，迪藏说的很有道理耶。博士，捏來幅度，唱脱鞋。捏來幅度，唱脱鞋。没错，捏來幅度，唱脱鞋。捏來幅度就是进来室内，请脱鞋，唱脱鞋。捏來幅度，唱脱鞋就是进来室内，请脱鞋。一起练习一遍。捏來幅度，唱脱鞋。捏來幅度，唱脱鞋。懂吼！不行了，根本来不及脱鞋。博士，我刚刚在外面啊。亮，你不要紧张啊，慢慢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慢慢说。我刚刚在外面看到一条很长的蛇。蛇！我最怕蛇了，博士。我也很怕蛇，所以我刚刚看到它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跑，没想到它就一直追到门口了。不是啊，你一直跑，可是蛇没有脚，它怎么追得到你啊？我是突然想起来哦，蛇啊，它虽然没有脚，可是它移动的速度也很快哦。来，同学，现在一起深呼吸，吐气。很好，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观察大自然哦。老师，我有观察到哦。哇，这位同学非常好，来跟大家分享你看到了什么？老师，我刚才有看到一条蛇哦。一条蛇吗？在哪里？哦，我有看到，它这样子扭的，跑很快哎。扭，现在扭到哪里了？咦，老师，我看到它扭到你的包包里了。我的包包里了。老师，可是呢，它要从包包里面扭的又跑出来了。对。哦，同学啊，我觉得你们讲话的速度可以再快一点哦。老师，我刚才有看到洋洋抓那条蛇哦。哎呦，洋洋同学，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。来，快告诉老师，现在这条蛇在哪里？在那里？哪里？野菜篮里面。不要惊动它。它牙齿很尖哦，而且很大条。哦，老师很凶哦。要出来了！脑子有加分，快！蛇会视不同的环境，选择不同的移动方式。大部分的蛇啊，会利用腹部的摩擦力在地面上行走，而且啊，在前进的时候啊，会呈现 S 型。虽然它们没有脚，可是移动的速度很快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亮，刚刚那条蛇该不会跟你进来了吧？我不知道啦，我刚刚很害怕，根本不敢看啊。那博士，你去看一下。我才不要嘞，我也会怕啊。亮啊，反正你还没有脱鞋，应该你去看才对。对，那你去。我不要啦，我会怕。可是如果蛇已经捏来腹肚了，那怎么办啊？不会吧？不要地板，我的脚。